蔡姑娘装扮报喜，穿着两套，邀请小姐到下头去排队歌谣。趁知小姐新郎很不得下去，倒是现在打听下来，自家表弟出家做大事，未婚夫妻不好先排队。那么那行人说的请老娘搞先排队吧。那么蔡姑娘邀请到下头去请老爷，老爷替方群排队下来，就说方群不吐真情。那么顺老头人没办法，所以只好自家到流浪上请农小姐。啊，儿啊！像方才为父在失望之中陷入的事迹，或与崔平西来禀报，说到你家自问表弟在紫薇堂上，为父心匆匆到紫薇堂上一看嘛，说听娘说不出，一看一个大字先生，这个我特两句，一看只需要一个悟道师生才受学士，与他交代一番，就没有正宗真迹透露。儿啊，密政府民下驴去吧。而今为务要到白云庵中，将你家杨日举娘言及至此，训教他的儿子。儿啊，下驴吧。哎哟，谁叫对阵子杨妈妈，也会讲闲话啊！小菜肉又是我的师生，写的是么写的是做的，可是我不甘心下去。啊，弟弟，想自问表弟，乃是不忠不孝不敬不义，想此等养人，女儿不由想起。少女婿才名实讲多了，不忠不孝不敬不义，大家听听看，真是不忠。想他乃是赫赫天国之子，堂堂宰相王孙，不是八幺朝廷，反而出家送达，此乃不忠。宰相孙子吏部儿子出家，最高不八幺朝廷，出自王家，不忠不孝也。抛弃是亲生在，将养育之恩一代放却，此乃不孝。夺他娘2、3年，不孝不敬。与姑娘愧疚，目无增长，此乃不敬。耶，姑娘失礼了呀！那现在说你替姑娘长起来不长辈，这个还可农总归帮娘的。这不喜呢？这个呢？是哦。哪个？你哪说不出个了？不必猜，姑娘说的来呀，不义没非门噻。你是要叫终身配不知姑要这样。现在姑要出高最高我唱大人，若你是要叫终身带我起来嘛，那你是要叫身上落一个不义。哦，儿啊，这不义不要讲了，为父已经明白得了。儿啊，想你与你家娘亲的心情切入不同。不能因为富贵而殷勤，因为贫瘠而弃之。儿啊，下驴去吧！啊，蔡斌，一定要相亲小吉下驴。倘若小吉不下驴，你当心试试。儿啊，下驴吧！啊，弟弟，女儿不女下驴。啊，你这无名一定要下驴啊，蔡斌。倘若小吉不下驴，故意否认背叛，最了么将你送送大死。儿啊，下去吧！你的彩民不大高呀，是我不甘心下驴呀。啊，弟弟，女儿实是不女下驴。一定要密政府民下驴去的，儿郎回府去了。女儿为一话是。我与说话的了，回府去了，不能真，绿特个子，啥当伙去啊？还是到白云楼真儿不去了。谁到此的紫薇堂隔壁书房里想戳他一手，做啥？听别讲，什么呢？甚于是老头人一家之主导游先生听别讲，跑对特色话，不，这个听别讲不是听外头人，听自家子女的别讲。那么来做你对啊，现在女婿让我边浪不讲，准我排队子自家未婚妻高支部不肯讲的准我出来，得做新的，来不是临时领了的，一般人到市场讲的。那往往现在有只青年小伙子回到屋里向爷娘门里，阿奴啊，现在厂里向好在得呢哈，理想教育是哦，生产也上去，今年奖金还拿几好，对，侬不晓得呀。回到自家高支部房间里向关君子房门，点多厂里事体侪要讲，连得少人打杀70亩米，统统侪要讲不高支部听的。所以来做你对让我听听看啊，你不让我听啊，蔡姑娘做你的嘛，哎呀来呀，那就10步3抱到我身上来。那么呢，不办法，只好求问。啊，
小姐呀，下来吧。谁家到这个地步，没办法，只好立起身来。小姐是海水色，气烈冰，风苦内后必强硬，这娇躯手上必得身。金龟要被下阵阵，一双举臂七八门，谁七八门谁不胜？双双举臂下雷兵，在下雷兵第一声，他谁定解去的不肯言。好，一本尊敬了起来。只有一人无体啊！哎呀，小姐啊，只有一人无体发来三个，咁么是讲，让我来吓吓你。只算你现在慢腾腾下去，姑要500人陪伴你，你要走脱，一走也是3年，你啊吃得消，小姐呀！小芳家公子夫人婆。太冷清，空气不被雨灯闪。来日是爱中人最翻太太，岂非一句是不相亲？东君一向自为有，不计后来发杀君，要上擂头没有理与东君。可是啊，哎呀，这个闲话对怪，我现在辣给他不肯下来，别地辣紫薇堂等得一起在马正外头一走头，那么也已经在白云屋去拿舅娘再打给他来着呀。他是舅娘来的给他，别地扶了那紫薇堂，可是扶得里啊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啊，翠萍，记住日子，我们再亲啊！却被翠萍一支句，心热的水比多人。一双举臂下雷兵，下落雷兵第二声，他谁定解去，但欲不肯言。说也是一人啊！哎呀，大爷来定的，小姐呀，为什么不走呀？一个将军的。说有将军啊？什么将军呀？那。金家内几番公子，中间内将侯明真，人力始终起几分，避免相逢君杀身。怕哪位人呀？什么子？怕哪位人啊？这你的小姐啊，那还不能说出来的。前3年第一次碰头不怕难为人，而是现在各自3年第2次碰头得怕难为人噻。可是这那实讲说起来是下周报纸堂奏子厅，要导致后面对子碰头噻，那还不能说出来的。小姐呀！想第二次想见后吕君。你们3年相见在绿翠
门，这里的鬼个3年反而怕门生。可是啊，哎呀，这个闲话对过，内心的。谁组织到第一次排队，我不怕难为人；现在第2次排队，我倒怕起难为人来着。可是媳妇去讲，让我下去吧。啊，翠萍，如此满醉。亲啊，出人意，众人听。从此虽然福不分，神娘娘配定定。经理侄子是下雷兵，下落雷兵第3声，他决定前去，但也不肯言。说一定的，我有多少根养的了。就你的三家18斤5体啊，这那是讲一人只算到啥辰光？发，我要问你，为啥来定？你讲得出道理唔少，讲不出道理，我搿老子呢预备得呢5体上向来滚下去的，哎呀，试试看咯。三姐呀，为什么又不肯走呀？一个道理的呀。什么道理呀？那谁在理应否评理？毕竟语文化作一批评，自己高热真无名，一人必向自己听。大家虽是不开云秘密，相会的真分不出阴人，开不出口。彼此相逢，逢一生能，岂非白白的大有灵？不ให้我讲呀。什么呢？不闲话讲，这你的好三家分别3年啊，会得不闲话讲的。我想想才是闲话，那还会得不闲话讲？这你的嘛不闲话讲，可不成啊？今朝我下头来告你，三姐啊，三姐莫有什么失望，带三弟来见你吧。哎呦，可是蛮好，我东家不会的做，也拿西家来干我做着。真也，三姐听兵啊！分头么应候，昔日非相生，因我并未住家庭。因我不露女家人，因我并不把衙门，因我想错也无因我抛弃不对称，因我不去读经文，因我服役该公门，因我不想真家生，因我今朝到乡人，因我并不想地听，因我非到内有灵，因我不像你世人，因我背背出家人，因我都背许忠情，因我骆驼唱道人，因我到处四门生能，因我什么去玩是啊，哦哟，对镜子的妈妈们3句话的，哎呀会讲闲话啊！我想我今日啥闲话讲，接下来一口气讲至18个音乐，18个音乐也算是18个题目。那么我现在下去用不上18个题目全部侪讲的呀，只要内当中改2个题目出来谈谈，可以配对半日天读。那么先讲出你的，既然有只闲话讲。那么就不怕难为人，既然不怕难为人，经济何来？啊，翠萍，我们醉也，亲啊！小妹翠萍一支句，心热
双举笔下雷兵，下落雷兵死偶生，他谁定解去待意不肯言。夸哉夸哉夸哉！方才1斤1坠，现在2斤1坠嘛，速度加快1倍。不过力得一力定着，为什么又不肯走呀？一个有够的呀！鼻子有够着，什么有够啊？那谁这是你身体多？相公皮克落吹钉，你是戴帽举谁是心下心？金家并非谁人比，从前中别知情心，此刻松定是离了不称后呀？不称后啊！哎呀呀，先生，我想想才是称后。乃有老亲称后，还有新亲称后。老亲别家别地，新亲离婚夫妻。可奈我去家里少，不记得乃我去得里老亲称后，加上别地，你外家那娘子也不是妻子，不个种称后了。小姐呀，小你们夫妻不见夫妻离。我对过，现在我下去办理别地之后，我家里上别地，你回家我一上别家。哎，一次称呼可是不怕哪位人，让我下去吧。啊，翠萍，醉呀，亲啊，并不是一人言，车人一女终身听。相君经历这是下雷兵，下落雷兵落七身，他谁定结局大意不肯言。说有雷定的，为什么又不肯走呀？一个将军的，什么将军呀？那昔日娘亲人人对。上去，你是姑娘是里我女的定，今朝相见不明目，我何必自律须有言，被人知晓是被人能亲，不明当呀。哎呀，对过。谁主子等我娘得在别地，我代替娘去拜财，两手交棒，代母追随，负荆请财。今朝娘得别地，分棒队，分拆起来，我去上名堂。但是不名堂，搿么呢？娘来回上去啊，搿是不上个便当。再一想现在，我上个浙江里，哎呀，谁主子的夫人分海拿我去啊？乃自家先哥哥先我去讲。现在了要特地上来亲自呢，拿到我去，拿首先啊，女个等我小小吧，娘里咯了一声跟我去。哎，小姐呀！小李是戴帽举人，请下大。
知分。而今老矣登楼清，你是今日不讲父名真。想你小几万空春夏女，实则是不孝弟弟小娘亲，把爹娘两样去开身。可是啊，哎呀，这个闲话对怪，谁就知道娘分归家我下楼，我私自下楼体毛清彩。今天要上楼，娃叫我下去，是啊叫我下去，我不肯下楼。哎呀！这时刚说起来，我这些娘不想要，可是错过，还是下去吧。啊，翠萍，亲啊，分一女，笑一声，有人vol某一本人，病得虽然病得君，神娘娘天叮叮，经理侄子是下雷兵，下落雷兵第10人，他在定家去但也不肯言。夸赞夸赞，方才2斤1坠，现在3斤1坠，速度高跨1/3，来到一类定人。为什么又不肯走呀？是来翠萍啊，我心里想着了，哈呀，他的啥？别样啥，子里堂离娘是个西游来得个近，万一我拉子里堂浪向到别地摆头，不娘晓得是不得了一桩事体，我要吃3回个呀，我在想呀，我只得想起范公子，只才知己西游门，他夫人一向此里听，这归我女儿月里人，回门欲寻不累心，咋不吃3回呀？哎呀，这个一人立定的定义道理。为什么子里堂的夫人的西游近得不得了？非要小郎旁对小姑娘，夫人得性质。一只手拿子家法办，一只手拿子关门训。乃侬私事旁对小姑娘，犯关门训上第几条？该知小姑娘吃破了，不能娘靠上来，三叫太太。那么我哪年？一副抱拍胸部，三家夫人不回来讲，让我身上不来塞呀。那么说到三家，正因为是讲，乃不能给托你大事，应该快点去。一到紫薇堂，没2句话，别的啊，那个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按做过、分做过，门清爽围上来，替夫人为不居旁头，他是那这讲说嘛，没危险噶，小姐呀。你只要是抽几米分明，分他是为什么？你是人，该做了吃家。生分他是一去后2年04海漂流浮影，小姑娘37路里是否女路上不对劲。虚气节目相真相，公着始终是真理分。有家你家不义，吉不可以，吉得有家生理生。于是到秋君西见姑娘面，秋君说相会话听，秋君口说已经，秋君发问多惊人，秋君笑样不对情。公爵今朝奉陪君，小儿此刻是一点。
西夫人喜病生。可是啊，哎呀，这个闲话对过。我现在下去盯盯眼睛一桩事体，谁是门里打的大事情的，还是搞个安主管、分主管？门下之后马上上来，啊，彩屏在亲啊！小妹彩屏已记住，心热的水比多人。那鼻子中当地有水，神娘娘太定的二帮爷相君醉一包，响一声听为有备，响阵阵一双举笔下雷兵，下落雷兵18声。哦，说已经18人跳出来着，你太夸完。是夸为也夸嘞，他们是匆匆追击接应了为郎的出进，高斗楼皮是人地名大自不得了，18人5体已经跳得着。这规矩上是18人5体要在交关辰光的了吧？发。当时我当你老师兄周云在当你线上唱的辰光，从芳清金花油到神采我小叫下流体第18年。那么按照现在唱起来嘛，你的真知他唱得慢点，唱几何辰光呢？下半部是唱起啊，从唱得芳清回到湖南太平庄，还好唱2个人，好快点1个人，能快点3一天。能够再快点1天，还快点具体唱片，哪里唱特里？今朝王书王大炮帽子，小夫妻共戴心，几姑娘唱到人，把云雾几娘亲和家伙，东非太平村，吵吵都有么好听，我听听也唔少好听，那么要小夫妻相会，无为。